继续要来讲这个肠仔病毒，即摆还佫伫咧流行期哦。疾管署公布一个9个月大的小男婴患着肠仔病毒，佫来引发着心肌炎，是属于重症的患者。目前全台湾肠仔病毒的重症已经有57例，停班停课有765班遮尔啊多。除了肠仔病毒，还佫有腺病毒。讲患着腺病毒的比例是第一届超过这个流行感冒。腺病毒主要的症状有发烧、结膜炎、甲胃肠炎，拢是因为喙瘾来传染。讲刷落去，还佫有一波流行的高峰期。拍开水道头洗手，平常时咧耍的佚佗物啊，家长嘛爱好好消毒。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1名重症的个案，9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并发心肌炎，今日为止全台已经累积57例。很多妈妈都会说自己小朋友在家里休息1个礼拜什么的，就是因为已经班上有2、3个小朋友已经就是有感染肠病毒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全台因为肠病毒停班课的数量已经从9月底的1周200多班减少到现在1周165班，有明显下降的趋势。不过疾管署说，现在肠病毒还是在流行期。主要集中伫北部，因为天气回温，敢若是台北顶礼拜就54班停课。另外爱注意，还佫有腺病毒嘛咧流行。腺病毒所占的比例是首次在今年超过流感病毒，预估应该这个11月可能会有一个腺病毒的流行。若发烧超过40度，也会引起红目痍，胃也有肠胃炎的症状，经常被误认是流感。因为流感也未进入高峰期，颠倒是同款喙瘾传染的腺病毒是愈来愈严重。出席公共场所爱挂喙暗，较接洗手，这腺病毒才袂容易感染到。